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用双手跟我们的歌声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要颂扬颂扬那造眼睛的主，因为万事他都看见。我要颂扬颂扬那造耳朵的主，因为万事他都听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我要颂扬颂扬那显公义的主，他的国度是权柄荣耀。我要颂扬颂扬那显慈爱的主，他的心是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等一下，我们再从头唱一次，然后到副歌的时候呢，麻烦您借我你们双手放在嘴巴旁边，我们唱大声一点，然后女生帮我唱前面的哈雷，男生唱后面的路亚。OK， 好，就从头来一次。我要颂扬颂扬那造眼睛的主，因为万事他都看见。我要颂扬颂扬那造耳朵的主，因为万事他都听见。女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我要颂扬颂扬那显公义的主，他的国度是权柄荣耀。我要颂扬颂扬那显慈爱的主，他的心是永不动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路亚，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哈利路亚，路亚，一切他都知道，一切他都知道，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一切他都知道，他都明了。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也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也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一起来大声敬拜我们的主。活着不是凭眼见，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
爱你绝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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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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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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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这不配的人，平行的酒，你赐神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你用重价救赎了我，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行的酒。主啊，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们赞美耶稣，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赞美，让我赞美费尽
为着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真实。让我学习顺服，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真实。亲爱的父神，你是使万事成就的主宰，你是造天地造万物的主。我们要称颂你的名，不只是用嘴巴，不只是用口，主，我们要全心全人的献上自己的生命，因为你是如此的配得我们的敬拜。求你带领我们在接下来的讲道当中，重新去思索你的话语，重新领受你所赐予我们无价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乐团美好的带领，我们依然站着来攻读新的诫命。来，开始。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一条，且是最大的。其事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请坐。来，我们来准备今天的奉献，请来处理。今天季红不在，来，季红不在，请谁帮忙一下？我们来做奉献的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天地由你而来，宇宙由你开始，万物都是你手所造的。今天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你的圣殿，俯伏在你的面前，诚心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尊崇你。阿爸父神啊，你不只是世界万有的主宰，你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心愿尊主为大，我们一生愿交由圣灵来管理。感谢主，你的十架救赎之恩，如果没有你的拯救，我们今天也不能站在这里。求主让我们用生命来彰显你的救赎之恩，借着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也为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来感谢神。耶和华上帝，你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软弱污秽，在你的面前无可躲藏。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主啊，感谢你，你一路伴我们走过人生的岁月，我们人生的际遇都在你的掌管中。在我们起起落落的人生中，你慈爱的双手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困难中，你要我们忍耐；在失败中，你要我们不丧胆。愿神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去看人，也不看环境，让我们只定睛仰望你。赐我们有如所罗门般的智慧，有能力去改变所能改变的，有信心去接受及顺服所不能改变的。感谢神，
今天要借着黄牧师的口，带着神的话，与我们一同分享与勉励。求神今天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主使我们都有一颗渴慕的心，来到圣殿中，切切寻求你的面，领受你的信息，才的救赎。主啊，我们在此献上一些金钱作为圣殿之用，恳求你悦纳。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谢谢。然后我们来报告那个下礼拜的事工，如果你有轮到的人，请你自己看，自己做准备。那个教会的消息，第一条是8月3号，就是9月9点啊，这个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六了，算这个礼拜六。9点半到12点15分，在台北中会性别公益部有举办专讲，以性骚跟跟骚的实务案例探讨如何搜证自保及求助管道。地点是建成教会礼拜堂，备有午餐，费用全免。登记报名到本主日为止哦。我希望我们现在在职场上面有时候会遇到这种事情，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啊，第二个。8月3号礼拜六下午1点半召开长执会，3点半召开小会，请全体长执留意。第3点，下主日就是8月4号，是我们教会的父亲节感恩主日。教会备有礼品致赠给每位做父亲的，欢迎大家也邀请自己的父亲同来礼拜。第4点，下礼拜为升级礼拜哦。今年升级的学子有佑泽、一柔是升国中，秋雨是升高中，陈星是升大学。愿主来赐福哦。要看升级礼，或是有表演节目，要在一堂的时候才有啊。第5， 8月11日将举办本年度第4次的圣礼典与受洗坚信礼。设立会籍的兄姐，请向牧师来报名，与你预备相关的事宜。那我们其他在主里有陪餐的肢体，请预备自己，以敬虔谦卑的心与主同坐。那个团契的消息是松研部的，那我就不报告了。奉献的明细如果有错误或者是漏掉的地方，请你要向会计来订正。我们来看今天的神的话语。旧约圣经历代志上11章第15节到第19节，总共有5、6、7、8，就5节啊。那我念单数节，请大家来念双数节。第15节，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队在利乏因谷安营。大卫可想说，神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说：“我的神啊，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啊！也愿神纪念他的话语，大家把他的话语牢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今天的讲道是黄之梅牧师要我们正道讲的，也是有口无心，有口无心。”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从希伯来，我们已经从希伯来书进到了历代志，从好不容易摆脱了希伯来书那么难的一卷书卷，
然后呢，进到历代志呢，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又有挫折感哈？因为历代志呢一开始就是许多的家谱，好，谁生了谁，谁生了谁，谁生了谁，然后什么支派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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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可能到了第1章、第2章就阵亡在那边倒在一片了这样子。好，那我们从新约进到旧约，我们的读经进度呢已经进到了历代志，希望大家能够跟上读经进度。在旧约时期，在主前5、6世纪的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经历了灭亡，他们这些人民呢被掳到遥远的2河流域的巴比伦，好，距离他们当时的耶路撒冷大概有1500英里左右，步行如果是步行，大概要1、2年的时间才能走得到。他们直到波斯帝国统治的时候呢，他们才再有机会，有一些人可以归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想这一段历史大家都不太陌生。然而，对那一群被掳归回、再重建圣殿的那一群以色列百姓来说，恢复敬拜的次序，只是他们再重新建造信仰生命的第一步而已，才刚开始而已。艰难的才在后面。艰难的是什么？要不忘初衷的坚持下去，才是大工程。毕竟当初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他们会经历灭亡、被掳，就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起初的爱，他们忘记当初他们怎样跟跟上帝立下了约定。他们的祖先一代一代的传到不晓得第几代就开始走歪了这样子。他们忘了起初他们当初如何在他们的信仰上回应上帝，以至于他们便宜行事。他们常常便宜行事，便宜行事到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就是他们的敬拜有口无心。有口无心的敬拜，对被掳的那一群以色列人来讲，或者是被掳归回之后没有办法坚持初衷的以色列人来说，还有历世历代啦。正确来讲是历世历代到我们现在新约时期，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可能会发生有口无心的敬拜。那我不晓得，如果有跟上读经进度在读的呢，在历代志里面呢，我不晓得你们会发现，在历代志用了很大的篇幅重新叙述了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内容。当我们在看历代志的时候，会发现圣经旁边都有一个小标题，它有一个小括弧，可能是来自撒母耳记上或撒母耳记下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注记。好，那历代志呢，就好像什么？历代志就好像旧约时期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故人略历呀。历代志它是在一个已经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它回顾了整个以色列王国的历史，所以就好像是故人略历。在告别礼拜里面，我们常会看到那个程序单都有故人略历。在故人略历里面呢，除了会思考、会反省自己的人生价值跟意义，还会对于故人有一些更多的认识，会看见彝族他要强调的是什么。牧师发现牧师主持，然后参与过这么多的告别礼拜的过程当中呢，牧师发现故人略历有一个共通点，在我参加过的啦哈，我没参加过的我就不知道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呢，在故人略历里面几乎不会有黑历史啊，都是说好的、正向的。那故人的黑历史都绝对我看过的都没有在故人略历里面发生。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人，一定都会有一些黑历史嘛，对不对？谁没有年轻过？谁没有那个就是情绪激昂过这样子？在故人略历里面，有的时候也会发现有些记载太过于贫乏，有一些记载呢又太超过了，太浮夸了，会有这样子的遗憾。那彝族呢？彝族通常在故人略历里面会强调家庭的关系，还有个人的学经历啊等等之类的。只有少数会很强调，就是他那个篇幅啊。只有少数会比较强调他的教会生活、他的信仰状态。即便有说，就是那个篇幅也是很少，牧师就会觉得有点遗憾。其实他的教会生活非常的丰富，他的信仰生命也非常的坚定。可是呢，在故人略历上面就乏善可陈。好，
确实，我们都只能从自己各自不同的角度去看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我们看重的是世界的奖赏，我们就会从世界的价值观来检视、回顾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我们看重的是来自天上的奖赏，我们就会从他是不是一个忠心良善的基督徒来回顾他的一生。今天的这段经文引用了撒母耳记下23章那边的经文，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呢，他要强调的重点，也不相同，就是他之所以他的内容会采取不同的一些小部分的一些不一样，就是因为他要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们也会发现，在读历代志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比较少，篇幅相当的少，会谈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特别是大卫的黑历史，很少在这个历代志里面出现。好，有的话也就是轻轻带过，好像有又好像没有这样子。历代志上11章，我们现在的经文段落里面11章呢，它简单的扼要，刚刚讲到大卫，它简单扼要记载了大卫当初是如何受到众人的拥戴，登基为王，又如何势如破竹的攻占了耶路撒冷重要的一些堡垒。大卫将这些堡垒称之为大卫的城，大卫城。我们常在圣经中会看到，耶路撒冷、锡安、大卫城这3个词互相交换的使用。其实对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来说，不管是耶路撒冷也好，锡安也好，大卫城也好，所指的就是上帝的居所，就是上帝所临在、受万民敬仰、尊崇的地方。那第11章在这样子的记载之后呢，记载了大卫如何战无不克、攻无不胜的原因，就是有一群跟着他的勇士，就是宁死不屈、忠心跟随大卫的勇士。好，就开始记录了大卫的勇士群，好，这一堆大卫的勇士。那今天的经文11节，就11章的11节到15节，15节到19节里面就提到了其中3位勇士的事迹。我们来看15到17节，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队在利乏音谷安营。那个时候，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啊！大卫一路过关斩将，面对许多大小不一的战役，他为了要鼓励那一些我们讲说，军人好了，好，比如说很多这种还是什么少尉、中尉啊、上尉的军人，他为了要鼓励这些军人打头阵。奋勇杀敌，就说你们谁愿意打头阵呢？我就封你做将军。哇，一个少尉军官，他要马上一夕跳到将军，就是趁现在啊，不然要趁什么时候？我要爬多久才能爬到将军啊？对不对？上尉之后还有少校嘛，少校、中校、上校，然后才能升将军嘛。当然是趁现在啊，趁现在好好表现一下。所以大卫呢就说：你们谁能够打头阵的？我就封你们为领袖，就是将军。我们现在讲的将军这样。紧接着，所以15节的30个勇士，就是他们这个打头阵的那些将帅。好，这3个将帅身先士卒打头阵，他们受封为领袖将军这样子。那么有一天呢，这30个人是30个将军中的其中3个人。其中3个将军，以我们现在来讲哈，其中3个将军，他就下到了磐石亚杜兰洞。亚杜兰洞在哪里呀？亚杜兰洞它是在伯利恒的耶路撒冷伯利恒的西南，不，你们从你们的方向看是耶路撒冷伯利恒它的西南边，亚杜兰洞的这一块，好，这一块的那个洞穴，它是一群洞穴群。就是它那个地势啊，是石灰岩的洞穴群这样子。那在石灰岩的洞穴群呢，它这个地势就是易守难攻，很容易防守，但是你要攻进去，你找不到门路，你还不晓得那个洞穴有多深呢、对于进攻的人来讲是有危险性的，好，所以它易守难攻。那么大卫呢，他当时他就在亚杜兰洞里面等待时机吧，好，等待时机。好，那当时呢？大卫突然有感而发，他忽然心里非常想要喝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水，这样。
为什么他这么想？因为伯利恒是什么样的地方？对大卫来讲，伯利恒是大卫的出生地，是他放牧羊群，他成长，然后呢受拣选、受膏立、受撒母耳去膏他的时候受膏立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家乡、他的故乡，却现在是在被非利士人的控制底下，他有家归不得啊！还记得过去在还没有解严的，还在戒严的时期，海峡两岸还没有开放，就是两岸探亲。那牧师的父亲某叔公都要透过在美国的亲友，才能跟在大陆的亲友通信这样子。那当时因为我还年轻，我还小啦那我爸爸某叔公嘛，他军人嘛，就是很严肃，不苟言笑，不苟言笑这样。可能他年纪大的时候，子瑜、子群、子爱他们可能会觉得阿公还蛮可爱的但是阿公年轻的时候很严肃的这样子。好，所以我不确定在那个时候某叔公，我的父亲是不是常常很想念家乡的一景一物。常常会恨不得插个翅膀，想要飞回去看看他的家乡，看看他的家人。我叔公这样子的一个思乡之情，有家归不得的那种心情，真的不是我这个随时想回家就可以回家的人可以体会。那么大卫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他在亚杜兰洞的那一个时刻，他想着他故乡的井水。他非常有感触的说出了这一段话：甚愿有人能够将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大卫这样子的感触，他对家乡的这样的回家的这样子的期盼，不论是对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来说，还是那群已经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来讲，大卫希望他们能够有所感应的是那一份起初的爱，不只是对故乡的思乡之情，更是对上帝的那个渴慕能够再重新在耶路撒冷不只是重建圣殿，而且在自己的信仰生命当中能够继续的坚立，继续不断的去可想那一份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于是大卫的这段话，这一段经文，产生了对于历世历代的，不管是对犹太人来说，还是我们基督徒来讲，都有产生一个极大的共鸣。紧接着18节说，18节 PPT 好，18节说，这3个勇士呢，就听到了大卫这样说了，他们就怎么样，闯过非利士的军营，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回来奉在大卫的面前。大卫喝不喝？大卫不肯喝。为什么他不肯喝？我不晓得大家看这句为什么不肯喝？人家豁出性命去拿过来的水，你为什么不喝啊？为什么这么不领情吗？这3位勇士，这3位将军对大卫的支持啊，真的是日月可见。但是大卫却不领情，为什么？大卫到底在想什么？他是那么的想要喝那井里的水吗？好，牧师举个例子，最近凯米台风带来非常严重的灾情，花东地区整个东部还有中南部淹水，然后山区土石流，路整个都断了。有人说花莲现在好像一个孤岛这样子。如果在台风是礼拜3、礼拜4来的嘛如果在礼拜3的傍晚，我突然有感而发的说哇，那个鹤冈的文旦真的还蛮不错的，或者是我突然想到那台南的虱目鱼粥，哇，真的吃过意犹未尽，好想吃哦。然后呢，义杰牧师听到这个话，你觉得义杰牧师会怎么做？来，一手，如果是你听到了子瑜说这样子的话，你会奋不顾身，台风就已经来了。好，我为了爱你，展现我对你的爱，然后我就去台东买了一碗虱目鱼粥，然后呢到前进花莲鹤冈，然后呢摘了文旦，就是要来给子瑜吃。伟聪，你会这样吗？
好，今天小贾没来了哈。那个立安，你会这么做吗？还是雨香？你们会因为啊这个丽丽的一句话那种感触，哇，立安就好，我就是不管冒着风雨、淹水的危机、土石流什么的，我就是要把它拿来送到你的面前。哎，如果有人这样子做，确实真的还蛮感动的。但是呢，你是会因此感动到无法自己，就接受了，就吃了，就喝了，还是会给他臭骂一顿？人家在台风来，人家在救灾，要防台救灾，你去跟人家凑什么热闹？还要什么？就你去，就是万一你危险，你就是会浪费国家资源嘛，对不对？你哪屌底一下好，台语来讲好，你如果卡在那边怎么样？你还有人去救你，好，你不是浪费国家资源吗？好，等等之类的。如果真的有人这么的对你展现这样子的一个情谊，你是会接受还是会拒绝？大卫有感而发所说的话，这3位上战场打仗的将军，他是真知道大卫心里在想什么吗？还是只是匹夫之勇啊？或许有人会反驳说，那这3名勇士确实是出于他们对大卫的拥护啊，他们成就大卫心里所想的是就是他们的使命。但是我们要知道哦，想到这里，牧师就想到说，圣灵有9果，对不对？好，1、2、3、4、5、6、7、8、9，1、2、3、4、5、6、7、8的顺序我们不管，第9个是什么？应该第9个圣灵9果的第9个应该蛮节制，对，圣灵9果最后一个就是节制。即使是爱或者是使命，如果没有节制哦。如果没有节制，我们做了越界的事情，会导致群体性的失衡呢。即使是爱跟使命，如果没有节制，做了越界的事，也会导致群体性的失衡。家庭如此，家庭如果你爱没有节制，会怎样？溺爱嘛，对不对？好，职场是如此。职场的主管如果说看你能力不错，就能者多劳嘛，什么工作通通给你，一定也会失衡的，对不对？好，教会也是这样，国家、世界都是这样。那或许又有人会问呢，那些殉道者，牧师，难道那些殉道者就不应该吗？他们因为福音的缘故失去性命，也不应该吗？我们一定要很小心诠释圣经，也要谨慎解读发生在我们四周围的情形。有一些特殊案例我们不能把它放在四海皆准啊。特殊案例就是特殊案例，不要想说人家这样子，不要想说我这样子可以，你就一定可以；我这样子可行，你就一定要照这样去做。我们要很小心的去做分辨，去做判断。在一个群体里面，常常会因为个人式的英雄主义导致群体性的失衡。牧师就拿教会各部门的团契来讲，各部门各团契都要并进，协调并进。但是牧师发现有许多的教会，有许多教士不是很稳定，甚至走下坡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失去了一个平衡。很多的团契牧师跟你们分享，有些教会的团契就像个小金库，大家都奉献给团契，但是不愿意奉献给教会。你们说，那团契也是教会里面的一部分啊？不是的，有些教会呢，他会有些团契里面的会友，他会说奉献给团契就好了啦，因为怎样，团契的钱我们自己管，我们自己存。我们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可是你今天奉献给教会呢？那就不一样喽。教会的钱它经过小会、经过长执会的同意，才能去做分配使用。好，比如说，如果呢这个教会的长执会他要去花这笔钱做什么事情，这个我觉得不需要啊，哪有需要啊？浪费我的钱，还是虽然奉献出去，但是我还是要奉献在自己可以掌握的
掌握的那个位置。好，所以变成有些教会它变成团契式的小金库，团契的钱非常的多，但是呢，导致教会的经常费，什么是经常费？顺便跟大家说明一下。好，大家可能对财务报表不是很有兴趣啊，哈，大家都对教会的长职非常的有信心，也很信任，但是牧师还是要说，我们的经常费里面有什么？就是一般性的支出，比如说有人事费啊、水电费啊、设备维修费啊等等之类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些东西。那有些教会因为团契钱太多，经常费太少，失去平衡，就导致了他们请不起传道人，或者是请不起一些全职同工来帮助教会，好一起往前这样子。所以照理说呢，如果是要让经常费跟团契的支出收支来做比较的话，经常费就好像我们平常吃3餐。当然现在你们都是外食比较多了，就是外食一般我们上班外食就是简单简餐嘛，哈，简单解决就好了。那团契的收支就好像我们去朋友揪去吃大餐的那个概念。我们应该牧师这样看起来，应该我们揪朋友出去吃大餐的次数是相对是比较少的。好，平常呢3餐呢，上班3餐大家省吃俭用啊，这种的机会是比较多的。好，那有一句台语的谚语就说“亲家都不太会当拍光啊”，翻译就是说，如果这个菜我们连生吃都不够，就不可能拿去晒成干嘛。为什么会有韩国泡菜？因为他们那边大白菜产量很多啊，可是在过去也没有冰箱，你产量这么多，难道就让它烂掉吗？没有啊。产量太多的时候就把它腌起来嘛，腌制嘛，才能放得久。就多的时候你才能这样做嘛。那萝卜干也是这样子的意思。好，过去萝卜干为什么有萝卜干？萝卜冬天的那个太多了，吃不完会烂掉，那就是给它切晒成干变萝卜干，你就可以吃久一点。但是如果你连新鲜的萝卜或者是新鲜的大白菜你都吃不够，你怎么会有东西拿去晒干呢？好，意思是说，经常费如果都不够用了，我们就要知道，经常费跟团契收支之间，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这样子。如果有人就是这样讲，我们就是奉献给团契就好了啦，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如果我们因为别人随口说的这一句话，或者是有一些想法说的这一句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做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团契，只顾自己的部门，那么我们的敬拜就没有办法口唱心和。我们嘴巴上唱高举主的圣名，高举主的主权，但是我们心里却做了一些自私的事情。我们口唱心不和，我们只顾自己，我们没有顾到别人。这3位勇士，这3个将军也是一样，他们一时之间忘了自己的身份，也忘了自己的本分应该是什么。他们的本分是什么？他们的使命，他们的呼召是什么？他们的使命跟呼召不是为了去伯利恒打水给大卫喝，他们的使命跟呼召是要协助大卫登基做王，然后呢稳固大卫的王权，因为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小邻邦，一些大小战役还需要他们。那么然后呢，18节，大卫果然他就不肯喝这些水，他将水浇奠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上帝啊，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断不敢喝。”感谢主，还好大卫是清醒的，他没有被爱冲昏头。一位常常亲近主、明白上帝心意的大卫，他知道放在他面前的这些水是这3位勇士的忠心。可是这个忠心不应该是给他的，这个忠心应该是要给上帝的。这个忠心是要展现在上帝的整体计划里面，不是在他个人身上。所以大卫拒绝喝这些用性命换来的水。
那3位跟随大卫的勇士，虽然一时之间做了越界的事，做过头了，太超过了，但是上帝也给了他们一个调整的机会。怎么说呢？至少上帝让他们安全的回来了。再来呢，就是大卫不喝这些水，把它浇奠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动作也让这3个勇士有一个很大的反省，很大的反省。当然，确实啦，你要听得出来一个人的言下之意，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我们也常常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情况下，闹出一些笑话或者是误解。但是其实我们只要在基督里，常常在基督里自我反省、省察，我们就可以及时回到正轨。在腓立比书4章有一句话，我们刚才在敬拜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诗歌，歌词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当然，这一句话是在另外一首诗歌里嘛。那但是刚刚敬拜的诗歌又有大概这样子的意思。我们常会拿这句话鼓励自己，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常常鼓励自己，用这句话鼓励自己，也鼓励别人。但是有多少人会细想，当初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处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一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保罗，主耶稣没有挪去他身上的那根刺，他多次求告主，主没有挪去他身上的刺，而且还常常施加逼迫患难在保罗的身上。于是，在那样子的情境下，他说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是什么事啊？很多时候，我们常会鼓励自己或鼓励别人，在我们要争取一些工作机会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地位，或者是什么，或者都是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说：“你要有信心。”凭着信心，你凡事都能做，上帝一定会祝福你的，阿们吗？你们怎么没有配合一下？来配合一下哈。那个常常有人说，告诉你们，只要你们凡事凭着信心，凡事都能做，你们要相信主，要相信，阿们吗？有点，现在你们会讲说啊，真的是太憨了这样。我们常常会这样讲，可是呢，保罗口中的凡事从来不是为自己耶。保罗口中的凡事，不是为了那一口水，不是为了鹤冈的文旦，不是为了台南的虱目鱼，不是为了这一些，不是为了自己。他的凡事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基督，为了他上帝所赋予他、交付给他的使命。我们会看到，即使他是这样子的为上帝、为基督而做。上帝依然为他立下了许多的界限，就是他身上的那根刺。为什么？可能我会想说，啊，你这么大发热心爱主的保罗，主啊，你是怎样？他求你把那根刺拿掉，为什么不把它拿掉呢？你把它拿掉了，他不是可以做更多吗？那是我们的骄傲。要做多少，主权在上帝，不是在你我。要做到什么程度，主权在上帝，不在于你我。我们常常会习惯把主权还是握在自己的手里。上帝为保罗立下了这个界限，设下了这个界限，看起来是限制啊，其实是上帝对他的爱。因着这样子的限制，因着他在身心灵那个他一直过不去的那个部分，其实是基督对他的爱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现在觉得有一些什么东西你一直跨不过去，身体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你没有办法再多做一点的时候，那或许是上帝对你的爱，是为了避免让我们会因为自以为可以做的更多而骄傲离开他。我们的敬拜服事从来都不是为了谁，不是因为哪位长职、哪位同工，或者是跟哪位同工的交情比较好，所以他邀请我们就去，豁出性命我也跟，或者是跟那个长职同工交情不好，因为他上次说了一句话我不是很舒服，所以呢，他的邀请我就拼命的逃，好像约拿一样拼命的逃。
我们的服事绝对不是看人的，我们在跟随也不是跟谁。牧师举个例子，在前一阵子，我们6月底不是有办一个长职同工退休会吗？好，我就跟一个牧师分享了这件事情。那位牧师就问说：“哎，这位牧师，那你们是所有的长职都去哦？”我说：“对啊，所有的长职都去。”那所有的团契会长也都去？我说：“对，所有的团契会长都邀请都去。”那你们嘞？你们2位牧师也都去吗？我说：“对啊，都去啊。”好，就是长职同工退休会嘛，这样。他说：“哎，你们胆子还真大。”啊？为什么？不过就是一个退休会嘛，需要什么胆子吗？哈。然后牧师就说，那个牧师就说，你们都不怕这个牧师，所有的长老、执事、团契的会长都不在的时候，教会不会乱吗？你们不怕教会因此会乱吗？失去秩序，然后乱糟糟这样子吗？我说不会啊。我说我对我们的建成很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谁？来，大声说，对吗？哎，有个好可爱的声音，谁说的？西西说的。好，对，我们的主，我们的王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呢，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不是会长。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上帝。或许我们可能会因为常常会因为别人的那种反问，好回应，会突然觉得说，哎，是这样子的吗？我需要为这个事情担心吗？哎，我好像真的是有点神经太大条、太大胆了，还是怎么样？也可能会因为他人随口说的话冲过头、捞过界，忘了自己的本分。我们也可能会因为某人随口说的话感到受伤、跌倒。甚至有时我们可能会因为别人随口所说的一句话，感到失去方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会为了我们自己说的一句话，我们会觉得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哇，这个担子好重哦。别人邀请我，我就答应了，哎呦，我好像答应的太快了，惨了。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重担。感谢主，我们还有上帝，我们有圣灵保惠师，有耶稣基督。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患难，就是代表我们整个人处在一个不平静、不平稳的一个状态。在任何境况、任何时候，上帝都与我们同在。不要怕，只要信。不论我们是不是忘记勒紧自己的口舌，不论我们是不是有过度了解读别人话中的意思，导致许多口畅心不和、失去平衡、失去平安的这样的状态，我们一定要记得，只要我们常常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被调整，就像上帝他调整大卫，也调整那3位勇士一样。当这3位勇士冲锋陷阵，不是冲锋陷阵啊，这样子冒险犯难的这样子把这个水拿到大卫面前的时候，大卫突然他自己被自己曾经说的那句话吓到。哎呦，我这个领袖，我的话真的不能随便讲哎。别人听了，他们竟然这样子，一不小心，万一他们牺牲了生命呢？所以大卫也在自省。他的话语说得太轻易了。那这3位勇士，刚才牧师已经也解释过了。我们要想，如果这3位勇士今天去取了水回不来呢？如果他们就死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这对大卫来讲，对其余的勇士来说，一定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今天如果好，不要讲义手啦，他太可怜了，每次都被牧师 tag 这样子。好，我就讲义杰牧师好了。如果今天义杰牧师因为爱我，然后呢去台东去花莲那边呢摘了鹤冈文旦，摘了结果呢回不来了。如果他就因此回不来了，我怎么过之后的日子？3个孩子怎么看这件事情？懂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上帝就给了大卫跟这3个勇士一个重新调整自己、省思觉察的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就是他让他们3个勇士回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管是对被掳归回的那一些以色列百姓，那些被掳归回在重建圣殿，他们在重新建立信仰次序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流言蜚语啊，就像我们现在有许许多多的讯息，每天不断的从网络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进到我们的耳朵里。我们要如何谨慎的去觉察、去分辨这一些讯息、这一些话语里面的意思？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做回应？我们要多多的在耶稣基督里祷告，愿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手里所做的一切都能蒙神悦纳。让我们在不断的被耶稣基督调整之后，我们要确定、确实的知道我们是谁啊！不要忘了我们是基督徒，不要忘了我们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我们要站稳在自己的轨道里面，在自己的轨道里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凡事都有可能。这个凡事是在主的应许里面，是在主的呼召里面。只要走在主的道路上，凡事都有可能。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愿我们的心所想、口里所说的都蒙神悦纳。我们能在主里面能够不断的被调整。我活着不是凭眼见，我活着不是凭感觉，我深知主你与我同在，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你必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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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成就一切。成就一切，你必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有你我能成就一切，能成就一切，因你赐我力量，凡事都有可能，有你瞎眼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我们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虽然我们可能在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会跌倒，我们仍然会走岔了路，但是主，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调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与帮助，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那我们来唱最后一首。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准备大声的嘿出来！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嘿，嘿，嘿！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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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那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